来关心日本核废水的相关的消息。日本政府宣布，在2年后要将这个福岛核电厂的废水排落海。伫今日日，到民间团体到日本交流协会表示不满，抗议日本的做法会严重危害到地球的海洋生态，严重影响到渔民的生活，未属于到无顾人命的地步啊！网络阁流传一份文件，在骗讲政府将引进日本的核废水，总统府赶紧发表声明讲这是假消息，目前嘛已经报警啊。 污染海洋！抗议团体来到日本交流协会发口号，对日本按算伫2年后排放福岛核废水表示抗议。这样子倒出来，对我们的海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们可以看到。 这个海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环岛海洋内底鱼仔会受到放射性的物件污染，严重影响农民的生活。把它倾倒到海洋的话，老实讲，这是面的污染，全世界人民将受害千年。现在的日本首相叫菅义人。 但你不能因为你叫菅义人，你就可以草菅人命，对不对？李正哦。去到日本商品店伫涂骹讲话要买日本货，上尾日本交流协会派人来收批，才互这场抗争行动结束。网络顶阁流传一份伪造的总统府公文，讲中华民国台湾引进日本福岛核电站部分污染水进行处理和排放。 内容阁出现简体字，不过总统府背回讲这是一个假消息，是标准的认知作战的手法，已经报警处理，呼吁各界莫学白团。外交部方面将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讲的反对意见向日本提出，要求正视台湾权益，何主信公开透明。